马斯财经第一站，我是讲上帝减有启示伊的百姓啊，断毋是，因我也是以色列人，出自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亚哈敏的支派。上帝袂捌启示伊所大成灾的百姓，还是恁毋知圣经以利亚一章所记载啊？伊有怎样对上帝告以色列人讲？主啊，因有杀死你的先知，为倒你遮的祭坛，只有留我伫地，因也要治我的性命。总是上帝为恁而怎样啊？是讲我为着家己有留7000人，袂捌跪拜巴力的。现今也安尼犹原，也有所留的留地，就是照恩典来竞选的。总是若照恩典，就无搁对所行；若无就恩典，毋是恩典。安尼就怎样？以色列所求的，伊竟然无得到，独独受敬的有得到，求的就变变心。照所记载讲，上帝互因昏迷的心，未看见的目睭，未听见的耳孔，到伫今仔日，大比也讲，互因的言道诚做活达，做罗网，做踢界，做报应伫因，互因的目睭花微微看见，因的骹只常常浮浮。安尼我就讲，因已经着答，是对教因滑倒嘛？断毋是，反正对因的犯罪拯救就到伫外邦，要激起因的愤志，打因的犯罪，若做世间的富裕，因会衰退；若做外邦的富裕，何况因会充满。6经以上，讲多请大牧师，我是上帝弃绝了我们，咱嘛，上帝弃绝了咱嘛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过偌济快乐。今仔日咱互相讲平安的时，毋知影咱的心敢有真正平安？咱生活伫台湾非常幸福，除了疫情一开始有几工会抢喙毛、暗抢卫生纸以外，咱每一工犹原会当自由出门、上班、上课。但是我相信伫即个期间，咱拢有安尼经验，就是当徛伫你边仔的人拍下唱、酷扫、唱片的时，你就会规个紧张起来。所以嘛有数字统计讲，伫即阵看精神门诊的人，大概其实增加1成的人数。但是这是不伫台面咱人会当看见的问题，也是有一寡伫暗地咱袂去注意的代志，就是伫疫情的期间所产生家庭暴力的问题。根据统计，伫2月份，伫中国即个疫情爆发的源头湖北省，有报警的家庭暴力的案件增加到以前的3成较侪。另外，当即个疫情转到欧洲的家暴专线的通报嘛有2成以上的增加，并且是24小时都有人透过即个专线去呼求帮赞。了后，疫情转到美国的家庭暴力的即个专线嘛讲，即个暴力的程度嘛哪严重。特别咱知影，伫美国有的所在是允准人会当囥枪伫身躯边，所以枪也真侪人摕去恐吓别人的安尼一个工具。所以美国华盛顿大学社会工作学院的一个教授叫做卡努哈教授，伊表示，家庭暴力受害者要逃离加害的人，本来就是一件无简单的代志，但是即个疫情将因拢困伫厝内时，特别就亲像一场真完美的风暴。所以即个教授安尼讲，对伫遐想要伤害厝内的人来讲，即个疫情就亲像是一场完美的风暴。所以真侪暴力对待的人是困伫即个风暴的内面，无法度离开。另外，嘛因为大部分的学校的即个拢停课，所以真侪儿童受虐待的问题嘛佫较歹互发现。
因为以前因从历代拢是伫学校，互遮个老师来替因来通报。所以我相信，伫咱行即个病毒的同时，全世界嘛有真侪人是活伫另外一种的惊吓内面，就是互拍、互苦毒的下面。当即个菌仔也是精神上的虐待落伫因身躯，因也不断伫遐呼求讲：上帝啊，你伫倒落？上帝啊，为什么你要气杀我呢？但是兄弟姊妹，上帝敢毋知？上帝拢知，因为伫2000几年前，伊亲自来到世间，互伊上亲信的学生出卖，互判十字架的苦刑，互鞭拍，互钉死伫十字架，流血到死。伫耶稣断归进前，伊嘛痛苦到大声呼叫讲：伊利伊利，拉玛撒巴各大尼。意思就是讲：上帝啊，上帝啊，你啥事要放离我？耶稣的肉体互伊痛苦到，互伊感受过上帝敢若是放弃伊、离开伊。所以耶稣会当理解咱的伤心甲目屎。伊知影咱祈祷搁祈祷，但是上帝敢若无听见的迄种的失望。伊知影咱目睭紧紧看别人伫遐享受丰盛的福气，但是家己较永远活伫迄种欠缺的痛苦的心境。伊知影咱虽然伫一段感情也是关系内面，内心悠然感受孤单的感受。伊嘛看会出，虽然你面大笑容，但是你的内心实在是空虚寂寞。有可能你破病久久。感觉家己永远就是遐尔随意，但是耶稣了解你的心境，因为伊嘛捌互钉伫十字架顶，什物拢袂当做。伊知影咱所流落来每一滴目屎，因为伊伫上帝面前也痛苦到讲袂出任何的话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上帝决断无气杀你。无论你伫任何状况、任何处境，这毋是我讲的，这是规本圣经在咱启示的。这嘛是保罗伫今仔日这段经文伊的犹太同胞所讲的重点。虽然因真悖逆，虽然因自认是阿伯拉罕的后裔，虽然因毋信上帝对弥赛亚的应允，甚至将弥赛亚钉伫十字架顶，但是上帝恩典也无离开因。为什么保罗会当讲到遐尔确实？保罗用家己来做一个说明。伊本身就是一个以色列人，伊嘛是阿伯拉罕的后裔，伊属于便雅悯的支派。所以上帝若气杀以色列人，保罗就无任何机会当得救啊。毋过耶稣的救赎竟然临到伊，对遮就证明上帝无气杀以色列人。这毋是一段属于犹太人的经文，这段经文嘛是在劝你、劝我在讲救赎的话。上帝无气杀以色列人，上帝嘛无气杀你。伫以赛亚书第49章14节到16节，好亲像是以色列人甲上帝的对话。伫遐以色列人讲：主气杀我，主已经袂记得我。但是上帝怎回答因？妇人敢会袂记得伊食奶的婴仔，无怜悯伊所生的囝？因检猜有袂记得，总是我无袂记得你。看，我将你刻入我的手掌，你的声响常常伫我的手前。兄弟姊妹，你无互袂记得，就算讲全世界拢袂记得你，但是上帝顾念你。所以保罗用旧约一个先知的故事来讲明上帝恩典。这个先知就是以利亚。伫列王记上悬18章有提到以利亚先知一个人大战亚西别风向所饲有450个假先知的故事。上帝的原因透过以利亚来彰显出来。所以迄个场景就是以利亚大战450个先知。然后所有以色列人拢看着讲，这450个先知是假的，就将这450个人拢总杀死。这会当讲是大胜利，但是亚瑟别方向非常的生气，就抓一定要杀死以利亚。
所以伊也开始逃命，伊的心嘛渐渐失志，渐渐无盼望，甚至即个拄啊甲正赢即个假先知的即个先知，甲上帝讲安怎？伊甲上帝讲：上帝啊，我为着你的事大着心，因为以色列人放失你的约，毁坏你遐个殿，引导杀你遐个先知，只有剩我一人，因要孝顺我的性命，要处伊。伊伫遐认为啥？伊伫遐认为家己为着上帝做哈尼大的事，杀死450个假先知呢，哈尼大的事，但是竟然会拄着遮错误，伊内心感觉不平，内心感觉真失望，就亲像咱定定会安尼讲，咱会讲上帝啊，我为你做哈尼多的服侍，我有来做礼拜，我有奉献呢，但是为什么你却互我拄着遮个事？为什么我的祈祷你无要应我的祈祷咧？但是上帝无责备伊尔啊！上帝理解一个人伫软弱的时会有迄种的情绪，所以上帝无责备伊，反倒指示伊接续落来就安怎行。甚至上帝甲伊讲一项伊想袂到的一个代志。上帝甲伊讲：我伫以色列中间留7000人，伊的口头有袂捌跪拜巴力，伊的喙袂捌真巴力。咱看见上帝伫暗处行奇怪的代志，伊伫遐想无，伊伫遐无看过，是7000个先知，互上帝保护了。上帝甲伊伫遐讲，你毋是孤单伫遐来征战。所以伫今仔日经文的第50，保罗安尼讲：现今也安尼要有所留的，就是照恩典来精选的。伫遮咱看到的就是余数，余数这两个字。上帝伫伊掠先知徛起的迄种信仰受到捆住，看袂见望目的迄个时代，留7000个先知，会有遮个人留的，会有遮个余数，毋是以利亚的功劳，也毋是迄7000个人有偌好，这完全是上帝的恩典。所以留的余数。这真做以色列人非常关心，伫因的历史中间非常关心的主题。因为后来当因的国家规个互亚述、甲巴比伦毁灭以后，上帝就不断透过先知甲因呼吁，恁遮留地的人，有一日我要带恁倒转。所以保罗伫今仔日这段罗马书所讲的这个留地、这个余数所讲的是犹太人。伫罗马所在，什么人拢有，迄是一个真大的城市。并且咱看见保罗是自称伊家己是外邦人的使徒，是专门向外邦人传福音。这有时难免会互伊的犹太人同胞认为讲，啊，上帝敢若拯救外邦人，已经气煞阮以色列人啊。但是保罗因历史中间的即个留的、即个余数、即个概念，甲伊讲。上帝互恁的祖先阿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应允，永远袂改变。上帝的拯救也要临到恁遮留地的人。所以伫保罗这段的结论是讲，总是照恩典，就无搁对所行；若无就恩典，毋是恩典。保罗将主题搁一摆扭转来，因信称义，提醒伊的犹太人同胞。恁会得救，毋是恁的行为有偌敬虔，就亲像以利亚甲迄7000个先知共款，上帝会拯救因，会留存因的活命，毋是因偌好，是上帝拣选的恩典。但是有可能，遮犹太人嘛会安尼问讲：既然是上帝拣选的恩典，为什么有的犹太人无得救咧？反倒是遐的外邦人得救咧？保罗讲。恁遮犹太人袂得救，是因为恁的心硬。硬心本来是医学的用语，是讲人的骨头断去了后，伫骨头的四周围、断去的四周围会生出硬的瘤。久啊久，即个硬的瘤就渐渐无感觉。咱兄弟姊妹可能你若无骨头断去过的经验，你可能有皮肤受伤的经验。
你的皮肤若受伤真严重，可能伊会浮出一个敢若一个组织。你久啊久，迄个组织的所在是无任何的感觉。所以保罗用安尼来形容这犹太人，因认捌上帝遐尔久，听先知的话遐尔久，但是因的心好亲像是生出一个硬的瘤共款，所以无法度去感受，也无法度听见上帝的声，因麻痹啊。保罗伫遮用两段旧约的圣经，第一段是以赛亚书29章第10节。上帝互因昏迷的心，未看见的目睭，未听见的耳孔，到伫今仔日。这看起来有一点无公平。上帝哪会当互人昏迷的心？哪会当互人看袂见的目睭？哪会当互人听袂见的耳孔咧？无怪因看袂见、听袂着。但是以赛亚先知伫迄时安尼讲，是因为上帝知影讲。即个百姓亲近我，用喙唇尊敬我，心离开我远远。因要尊敬我，不过是趁人所教示的命令尔。所以我要搁用奇妙词来款待即个百姓。即个词就是奇妙搁奇异。因智慧的人的智慧要消磨，因聪明的人的聪明要空白。上帝知影，即个以色列人。因透过种种的礼仪，你尊敬上帝，你敬拜上帝，你亲近上帝，但是因安怎？因看袂见，因听袂见，因为因的内心已经生瘤啊，因无感觉。所以硬心即个意思是啥？就是讲一个人，伊若不断地挖靠家己的意思甲想法，伊就看袂见其他的人，伊听袂见其他的人的声音，搁较免讲是上帝要求。所以，毋是上帝互人硬心，毋是上帝互人看袂见的目睭，是遮人安怎将家己的目睭牵起来，将家己耳孔凸起来，因听袂见，看袂着。所以，这嘛是为虾米伫新约耶稣定定会讲比喻的原因。有一个耶稣的学生来问耶稣讲：为虾米耶稣你教导证人的时，你无要直接讲咧，你反倒定定是用比喻咧？耶稣嘛是用以赛亚先知的话来回答因，讲这百姓听是袂听，总是因决断袂晓悟；因看是要看，总是因决断无看见。因为这百姓心钝，耳孔重，因的目睭放开。同款的意思，耶稣知影因中间的听众，毋是目睭看袂见，毋是耳仔听袂着呢，是因为安怎？因的心硬。特别当时真侪徛伫中看耶稣伫讲道的这人的中间，真侪人是法利赛人，真侪人是文学士。因认为家己捌真侪，因认为家己真顺服上帝要求，知影上帝旨意。但是因的心麻痹，因的心硬，因认袂出徛伫因面前的这个耶稣就是上帝所应允的弥赛亚。保罗引用第2段的经文是代表的诗，原因会引导伫因的面前变做罗网，伫因平安的时变做活斗，原因的目睭黑暗袂看见，原理互因的腰定定处处喘。伫遮是咧讲以色列人因活伫家己所想象的迄个平安的内面，因非常自愿，认为讲我是上帝的选民，所以非常的安全。上帝一定会保护我，带领我脱离这外邦人攻击。当因伫自满时，无想到对敌就趁因无注意的时，突然来包围因。所以保罗用这2段经文来讲以色列人因上帝的硬化，就是因毋信的一个原因。所以虽然上帝望人人得救。但是因为人的自由意志，人嘛会当选择毋信，总是这看起来是一个悲惨的结局。但是虽然犹太人拒绝，毋过咱看见福音的门就安尼向外邦人来拍开啊！伫遮保罗用一个真有意思的讲法，就是上帝想要照着外邦人的得救来引起犹太人的嫉妒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以色列人，伊拢认为家己是上帝的选民，
原本是因才会当来领受上帝恩典，但是竟然即时遮外邦人嘛会当得到上帝的疼，所以因的内心会嫉妒。即个属于我的恩典，哪会当互其他人摕去咧？所以因嘛会努力去。但是耶稣对咱的要求是啥？是诚做教导吗？毋是，咱爱诚做学生。咱爱伫咱的生活内面，咱的生命内面活出亲像耶稣美好的款式。所以，迄毋是一个宗教，迄是一个信仰、信仰的一个款式。第二，即段经文嘛提醒咱敢有真正去关心其他人的灵魂？也是咱亲像以色列人共款，自认只有咱才会得救，咱较毋知影上帝疼所有的人。你看，今仔日即段经文的是，互我想起一个先知，叫做约拿。约拿是一个爱国的以色列人，所以上帝找伊去尼尼微人来讲悔改信息的时，这对伊来讲根本是一个无可能、真艰苦的任务。上帝哪有可能听以色列人以外一只的人咧？当伊高不23章，互上帝掠转去尼尼微，伊凊彩讲几句啊，无想到这人嘛竟然悔改。所以所有的代志是超越伊的想象。当这代志发生了后，伊开始甲上帝生气。咱看见约拿的滋味，听过伊疼上帝的心，超过伊疼上帝的心。所以上帝要借着这个约拿这个故事来甲咱讲什么咧？那你怎么有可能你相关的人，咱无任何兴趣甲感觉？咱活在基督徒真温暖的。今年的国偌济，是一个真无共款的国偌济。咱无守圣餐，咱嘛无红卵芳领。但是耶稣为着咱国外福气，毋是建立伫遮个物件顶面，因为伊的国外已经互咱有换新的一个活命。伫希伯来书第10章19、19、20节有讲，耶稣的死已经拆离至圣所的障帘，互咱会当直接进到上帝面前领受恩典。这才是咱庆祝欢喜的代志。咱透过耶稣，咱直到上帝面前。所以，毋茫透过今仔日的经文，互咱搁一届得到这个启示：上帝将你永远放伫伊的手掌，来保护你。咱是照恩典，毋是照行为得救。咱的心爱互圣神引带，毋通硬心。咱嘛爱看见上帝疼正人的心，嘛愿意互主差遣去传耶稣的疼。咱做伙来祈祷。